这个公投白大选这案，正方的代表是国民党的立委江启臣，反方的代表是内政部的处长陈宗彦。大家对陈宗彦并无生分，伊就是疫情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。这个陈宗彦对东江要讲的内容是正保密。那江启臣是讲，伊过去甲陈宗彦并无交手的经验。江启臣讲，不管对手是谁，上重要的是要来说服到全国的民众。 一定要过25%条。立委江启臣虽然已经无做国民党主席啊，伊愿以公投北大选带头人的身份出席中选会主办的电视说明会。过去民进党把这个公投啊当成神主牌，现在把公投当成洪水猛兽，这个真的是两套标准。反方的陈营行政院嘛派代表由内政部处长陈宗彦上阵。今天。 没有本土病例。民众对陈宗彦无生分，伊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，这几天伊拢伫准备公投的说明会。拒绝媒体采访，迄一天要讲什么内容，伊拢真保密。我没有跟他交手经验，我也不在乎对手是谁，我应该把我领衔的内容跟目的。 跟人民说清楚。其实，民进党已经巡回全国办真一场大型的宣讲活动，党内大咖亲身出马，行政院长苏贞昌用大型电视伫讲解。即摆国民党无步啊，即摆个这第个斗做伙，互民进党搁闹去。讲2018年9合1的选举，因为公投北大选地处时间拢前着，出现哪开票哪投票的乱象，呼吁民众伫即摆公投投死的无同意。若无解决，是会冲突咯，是会冲突了，会造成纷争哦，社会会乱的。 面对12月18公投，正反的阵营拢派出上强的人选，出席电视说明会，就看迄一天如何出招来说服选民。